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汉民，台语安尼写汉民。教育部的台语教典讲汉民有2种意思，第一种意思，心地无清楚，亲像咧做民梦，像讲你咧汉民呢，我根本就无讲这种话。汉民第2种意思是说梦话，伊困到半暝，常常喊到大细声，可能是咧汉民。讲汉民，若是属于短期的现象，无需要治疗。但是若逐暗拢的汉民，而且已经干扰困入边仔另外一半，或者是汉民持续1年以上，就建议去互医生看。汉民的民，我看册看到煞明去，昨暝困到明啊，哪像听到有人咧冤家。汉民的民，暗民蒙，嘛使讲暗蒙蒙、暗扫扫，也就是华语的黑漆漆。暗民蒙嘛有人讲暗面扫鸟，或者是暗面蒙山鸟。山鸟是夜行性的动物，暗面蒙就咧暗嘛。暗面蒙山鸟是比暗更较暗，就是近暗，就是暗暗暗，就是迄种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概念。深山哪内暗面蒙山鸟，惊到脚尾会冷。上尾过来讲一个上大眠，嘛使讲困大滴。就是倒头就睡，呼呼大睡。伊啉酒醉，一入房间门，随拍起的门床，困大滴，上大眠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汉民实在真趣味。